在1000元价位左右，你会选哪个品牌的蓝牙音箱呢？今天的话就找了2款比较热门的蓝牙音箱，回来给大家去做一个对比，分别是漫步者 N330 2代、马歇尔的 Cuban Room 2代。在外观上面，这2款音箱的话都是这种复古的设计，整体看上去都是非常好看的。平时把它们摆在家里当一个装饰品的话，都是完全没问题。特别是马歇尔这一款，它是有一个皮革提手，平时外出携带的话就比较方便了。在操作方面，漫步者这一款用的是琴键式电镀的按键，它不仅质感比较好，而且的话它手感反馈的话也是非常清脆的。而且它还可以直接连接手机，里面还预设了不同的一个音效，还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个需求去调节 EQ， 整体的话就比较个性化了。而马歇尔这一款的话是这种旋钮式的一个调节方式，直接在上面就可以调节中高音了。在连接方面，这2款音箱的话都是支持有线和无线双连接的。说完了操作和外观以外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2款音箱的一个音质表现了。我也录了一段声音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让我与你握别，让我与你握别。愁緒揮不去，苦悶散不去，為何我心一片空虛？感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。愁緒揮不去，苦悶散不去，為何我心一片空虛？感情已失去，一切都失去。这2款音箱整体综合体验下来，我感觉它们的音质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。像马歇尔这一款的话，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去听一些摇滚乐或者经典乐，整体的一个氛围感的话是比较强的。而漫步者这一款平时用来听一些流行歌曲啊，或者去听人声的话，都是非常细腻的，各种细节的话都是可以呈现出来。反正如果你的预算比较有限，想要追求性价比的话，那么选择漫步者这一款就完全合适。不仅它这种复古的外观比较好看，而且音质各方面表现的话都是比较优秀。当然，如果你的预算比较高，想要追求更加好的一个音质表现的话，那我是比较推荐选择马歇尔这一款。毕竟它的价格都摆在这里，1分钱1分货。不过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很多是那种山寨产品，所以你选的时候千万要去官方旗舰店买才行。好了，以上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你觉得这2款音箱哪一款的一个音质更加好？我们也可以在评论区一起